传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仔日国情招你做伙来听一条台语的歌词，做伙来怀念，做伙来回想咱的宝岛的歌音歌王郭金发先生。来讲1971年，中视连续剧《爱河》这出戏的制作人顾英德先生委托郭金发来写连续剧的主题歌。佮佮提醒讲，你会当去行圆山中山桥边淡水河的水门，遐一只人唔知的破船。郭金发去到遐，想到连续剧的剧情，就是亲出世，都互父母放杀人唔知的幼囡仔，伊来写出一条为什么的歌词。歌词内底讲，为什么放阮做你去，无留互我亲情半滴？是什么代志，全无带念。阮是初生的幼稚啊，互阮离晓又离基。为什么？郭金发老师捌亲身讲互国情听过，讲伊早前有真侪只作词家写歌互伊唱，亲像讲叶俊麟老师，亲像讲刘达雄老师。不过伊家己原来真肯学，家己私底下咧研究，伊原来有真侪日本剧重新来做歌词。迄当阵伊所用的笔名，就是叫做国风，山国的国，山峰的峰。每首伊讲这条为什么，就是一生头一条家己作词作曲的歌。实在咱听这条歌的歌词，咱来体会讲，有当着啊，咱伫咧反省讲，我的运命哪会遮尔坎坷，我哪会遮尔艰苦，遭遇到这款的处境。毋过人甲人伫咧相比拼，比咱搁较艰难，比咱命运搁较挫折的人，亲像这款初生的幼稚，都互父母来放杀，犹原是有。咱为虾米通好感慨？过来，国情也要来讲内底的歌词一句，郭金发老师亲身甲国情讲即摆人拢唱毋对，因为当时我咧写的时阵，我是写讲是虾米代志，全无带念，阮是初生的幼稚。郭金发老师特别说明，讲即句初生的幼稚这个稚，就是精致的稚。初生的幼稚拢无人来带念，就甲我放杀。但是即摆咱多数卡拉 OK、KTV 的字幕拢写做是初生的幼稚幼囡仔就对啊。咱即摆咧唱，原来就爱斟酌甲讲究。当然听这条歌，我相信讲真侪歌音歌王郭金发老师的歌迷也会感慨讲，为什么世事难料想？伫咧2016年10月初8迄天，郭金发老师伫咧高雄凤山舞台顶唱小肉粽，唱甲倒落去，到今犹原还佫真侪人伫咧唔甘。为什么代志？世间事难得去料想，世间事变化万行，总是咱听这条郭金发一生头一条作词作曲的歌，咱来做伙来怀念这位，互人真感动、歌声迷醉的宝岛歌音歌王郭金发。